大家好，又見面啦！我係煲兒，多謝大家 click 入嚟呢一集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皮膚乾裂嘅時候搽防曬，係咪都會有一種卡住同埋好似加重皮膚負擔嘅感覺呢？當我發現自己有陽光敏感，我開始養成每天都要搽防曬。以前搽過幾個牌子嘅防曬，唔係令到我皮膚偏乾，就係油光滿面。唉！我講到原蘭產品救返我嘅皮膚，其中一個產品令我覺得好意外嘅就係佢嘅防曬。唔好睇小佢，只有 SPF30++，返工返學冇問題之餘，仲可以防曬、潤色、遮瑕三合一。佢唔係淨係得防曬，仲做埋日常嘅保養。咩原因令佢有呢一個功能呢？講下佢嘅成分先。首先，佢有二氧化鈦，係核心嘅物理防曬成分，能反射紫外線，全面阻隔 UVA、UVB， 溫和唔刺激，孕婦同埋兒童都可以安心使用，一搽完就可以出門口㗎喇。第二樣係馬齒莧，天然嘅抗敏植萃，能夠有效退紅，舒緩防曬後嘅敏感不適。我啲同事都留意到我塊面呢係即係白咗好多。而嗰隻白呢，係一隻自然冇咗泛紅嘅感覺。第三種成分呢，係洋甘菊，佢有鎮靜肌膚、減少泛紅同埋刺激，提升敏感肌嘅穩定度。唔怪之得呢，我夜晚返到屋企成日覺得皮膚呢好似仲好過朝早喎，佢穩定咗啊，亦都呢唔會突然間呢紅咗一笪。仲有一種成分叫做庫拉索蘆薈。佢係深層補水，唔會顯到乾紋，維持到肌膚嘅水潤感。化妝呢睇起上嚟都比較貼服啲，而你卸完妝呢係唔會覺得皮膚呢係乾嘅，你仲有一種滋潤感。呢樣嘢呢唔係淨係我覺得，係我有個朋友呢，佢自己都真心分享。最後呢，佢係有多種嘅植物修護複合，係多重嘅植萃協同作用，強化咗肌膚屏障，所以佢兼備咗日常保養嘅功效。如果冇化妝嘅朋友搽完呢個防曬，你都會有一種自然提亮、遮瑕同埋均勻膚色嘅效果，望上去肌膚呢係光澤健康嘅。我以前呢，跟美容師用嘅嗰一隻防曬呢，佢係會令到我成日都油立立咁噶。連我嘅一位男同事都有同我講過，佢睇到我呢一年呢用完原蘭產品之後嘅分別，佢話我而家好好多，皮膚好咗，冇以前咁油。有身邊嘅人呢講出呢個變化，感覺真係好好啊！前幾日我放工返到屋企，見到陪咗我4年嘅友，佢突然間甩皮喎。咦？咁即係呢，佢唔係死咗唔喐，佢係會變㗎。我之前咪分享過咯，眼套下邊嘅油呢，我經過人手刮走咗之後呢，佢結咗焦之後就冇再出現啦。呢一粒呢係比較大粒㗎，希望佢呢會慢慢變細，有一日呢，我可以同大家宣告佢已經順利消失咗。我有朋友話用緊呢隻防曬覺得好好用，所以佢話用完佢手上嘅護膚品都會轉用原蘭產品。我細估唔到呢係防曬呢可以讓人哋改用產品，正！今日嘅彩蛋呢，有原蘭嘅專人示範點樣搽防曬，希望大家可以靠恆常護理就可以改善皮膚。我哋一齊成為更好嘅自己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 PM 我，聯絡方法已經喺資訊欄。如果想收到我嘅新片通知，請訂閱。多謝你嘅點讚分享，下集見。防曬是咱們產品之中我一年四季都會用的，因為如果不防曬，就像讓我們的皮膚裸奔一樣，並且咱們的物理隔離防曬呢，是塗完30秒物理成膜，保護我們的皮膚，讓咱們皮膚呀別受紫外線的 UVA 跟 UVB 的侵擾，讓皮膚不容易衰老，也不容易有炎症。所以防曬這一步，春夏秋冬都不能少。防曬是輕拍，拍勻之後，我們是直接加一個口紅就能出門的狀態。因為防曬3合1，可以遮瑕，可以美白，能防曬和防護。你看打出來就是這種燈泡肌的效果。雖然給大家拍個視頻，它很勻稱的鋪開就行，輕拍不要搓揉，這樣輕拍啊。
效果会特别好。